運輸署批出2個自動車先導牌照，下個月開始喺啟德同九龍灣試行，為期5年。最新獲批喺啟德同九龍灣進行自動車測試嘅係百度嘅蘿蔔快跑，10架自動私家車將會喺指定路段同埋時段行駛。第一階段來往啟德青年驛站至到港鐵啟德站，途經成豐道、木安街、宏照道、常悅道等等嘅路段，沿途經過多個迴旋處同埋主要道路，每次最多可以有6架車。部分路段有時多車，需要切線行駛，同時連接多個屋苑嘅出入口。即係可能撞到人啊，或者佢個時速啊，邊啲位停啊咁樣咯。同埋呢度有好多小朋友啦，跟住有好多狗啦。會啊，都得意㗎，未見過。我覺得佢注重安全咪冇問題嘅，總要有地方俾佢試㗎嘛。我覺得應該多啲 traffic 嘅地方可以試得真啲。我覺得 OK 嘅，梗係第一步㗎啦。咁試一試啟德，跟住再試路面多啲車㗎咯。有當區區議員希望運輸署攞到初步測試數據之後，按情況去調整。我哋啟德區內咧，週末嘅時間，我哋嘅大型商場幾個大型商場咧，其實人流係越嚟越多。咁其實我哋都擔心，如果真係出現一個比較嚴重嘅塞車情況之下，佢哋嘅自動駕駛系統嗰個操作同埋測試會係點樣？會唔會影響到成個協調度嘅交通運作啊？甚至乎可唔可以盡量避免一啲真係不必要嘅意外發生？運輸署話，今次測試橫跨九龍城同觀塘兩區，可以俾系統收集更多嘅數據，評估更多唔同路況同埋跨區嘅運作表現。而自動車舊年年底喺大嶼山測試進展顯著，已經實現多車同時運行、載客測試、路段擴展同埋車速提升嘅技術躍進。運輸署話，自動車喺測試期間會有後備操作員駐守，有需要嘅時候啦，會接管架車嚟操控，而車身亦都會有標籤展示，方便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去識別。另外，運輸署亦都向機管局批出先導牌照，批准7架自動駕駛嘅公共小型巴士往來港珠澳大橋口岸同埋航天城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。